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咱台湾的健保是方便搁便宜，但是嘛，互未少的民众养成一种真歹的习惯，就是小病嘛咧走大病院，甚至有真侪人会重复来就医甲检查。健保署的统计，去年有35000人，一年看医生看90届，等于一个月走病院走7、8届。其中有一个43岁女性郑丽晶，一年365天，走病院是走466届。等于逐工拢咧走病院，专家讲，若是无特别严重的病，应该看在地诊所就好。也若无，政府就要来提悬着部分负担的费用，安尼才会当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。民众坐伫门诊的椅仔顶悬等看病，但是其实除了有需要的人，台湾人敢真正遐尼爱踅病院？健保署统计，台湾人一年平均看医生15摆，去年就有35000人。一年看医生超过90摆，医疗费用32亿。高就的人次，他看的科别其实会跟我们人比较会常生的病有关啊，加医科、内科或是耳鼻喉科。去年住伫南部的一位女性，今年43岁，去看医生466摆，别说是逐工爱走病院共款。另外一位是住伫中部，嘛是女性413摆，啊，阁有一位是伫东部，男性412摆。虽然讲这3年来，中复检查已经对1176万人次降低到1136万人次，费用减少1亿外，但是嘛是超过16亿。一年就诊大概平均14、15偏高啦，医疗资源相对丰富，所以民众就医也比较方便。我觉得就是应该要有一些部分负担啦，让民众有感。专家表示，民众的部分负担，就算是到医学中心去看医生，嘛只要450块，比较起来较俗。建议民众有需要才去大病院，啊无去诊所看就好啊，才袂浪费医疗资源。